你老公跟那个女孩有暧昧的关系是吗？是，因为那个女孩写过一张纸条，纸条上说她约过杨大伟。那天晚上，怎么了？纸条后来我看不清楚了，可是孤男寡女的两个人在一起，晚上能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你就是根据这句话判断他们两个有暧昧关系的是吗？对，纸条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我的好朋友竟然跟我的老公有染。那个女孩去世了以后，你老公除了性冷淡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行为？没了，我老公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对什么都无所谓。真的不知道，要是有一天我死了，他会不会掉一滴眼泪？你有病啊！好好的，你干嘛非得去想死了之后的事儿？像我这么活着，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还给你越治越抑郁了啊！我也觉得是。要我说啊，你老公跟那个女孩的事情，全都是来自于你的凭空想象。你是说，他们俩是清白的？嗯。那我老公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淡？那是你的原因。我的原因？没错，就因为你太不自信。你仔细想想，你现在还爱打扮自己吗？你最近做过疯狂的事情吗？每天除了跟你老公洗衣服做饭，你对生活还有激情吗？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爱自己，你老公怎么会爱你？那我怎么爱我自己啊？肯定要自信。怎么自信？颠覆自己。颠覆？没错，颠覆。那个，那个对不起啊，那个我还有一匹马得上药，那个我先走了啊。哦，帅哥嘛。